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6月19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3篇，撒母耳记上卷15章24节到31节，路加福音第6章43节到45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果子。阮转来到伫加州的厝呢，发现阮头前园有一丛膨壳丛，幼园活甲真好势。毋敢安尼尔，伫树仔的顶悬，还阁发现差不多有20粒的膨果的收成。对阮来讲，这是真正一个真意外的稳定的收成。因为3年来欠少照顾的园的果子丛幼园会通有果子通好收成。种果子丛的目的，当然是要等要收成有果子通好食。如果种安尼几年了后，却完全无有收成的时阵，一般来讲，咱会将这个水果丛来甲伊剪除掉。咱讲到以色列国的扫罗王，伊犯着2个足大的错误。第一个，伊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家己安尼去献祭，无有等撒母耳来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因战赢了后，无照上帝的命令，将所有的精神甲伊杀灭，反倒当家己留落真肥佮水的精神。迄个原因是，伊讲伊无听上帝的旨意，是却是安尼讲辩解啦吼。伊惊家己的官兵，所以听因的话。这个说辞有几个真严重的错误。第一个是伊袂记得是啥物人设立伊做以色列的国王。另外呢，伊惊这军官兵的话，伊安尼就无适合做因的王啊。过来，虽然伊承认伊有罪，但是伊也阁承认家己违背上帝的旨意，却由原来杀责任，无承认家己的毋对，拢讲别人啦吼。所以这是一个无有诚心认错的作为。伊的性命丛完全生袂出适当的果子。圣经撒母耳记上卷15章24节到31节。扫罗对撒母耳讲：“我有犯罪，违背上主的命令甲你的话，因为我惊军兵，就听因的话。但求你赦免我的罪，甲我做伙倒去，互我通敬拜上主。”撒母耳甲扫罗讲：“我毋甲你倒去，因为你去杀上帝的话，上帝嘛去杀你，毋互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活转身伫要离开，扫罗抽伊的衫煞离去。撒母耳甲伊讲：“今仔日上主互以色列国甲你断绝关系，将以色列国交互一个伫你身边比你较好的人。以色列大能的袂白贼，嘛袂改变心意，因为伊毋是世间人，伊袂改变心意。”扫罗讲：“我有犯罪，请你伫父老甲以色列的面前尊重我，甲我做伙倒去，互我通敬拜上主，你的上帝。”撒母耳就活转身对扫罗倒去，扫罗就敬拜上主。理论上，好树结好果子，歹树就结袂出好果子。但是呢，要结好果子，除了树仔的品种以外呢，
佫有平常的水分啦、肥料啦、天气等等这的因素。这是牧师伫头前所讲到的。阮兜的捧果场虽然有修行，实在是一个真特别的恩典。虽然是欠缺照顾，但是却悠然因为自然环境的影响，得到好的生长的环境，所以就结袂歹食的捧果。但是树无介悬，果子无介济。耶稣基督伫路加福音第6章43节到45节的教导，伊安尼讲着：好树袂结歹果子，歹树嘛袂结好果子。逐丛树对所结的果子来知伊的好歹，袂当对刺皮来挽无花果。嘛袂当对草刺收葡萄。好人对心内所积聚的好发出好，歹人对所积聚的歹发出歹。因为人心内充满什么话，嘴就讲什么话。这个果子丛生果子的教导非常清楚，咧提到一个真重要概念，就是心里充满着什么物件，你的嘴就会讲什么代志。心里若是在想，就是讲，迄是一个内在的性命，还是讲咱用品种啦、品质啦，还是内涵，甚至咱讲灵性。果子呢，所代表的就是所表现出来迄个性命品质。这也真像保罗甲加拉太教会所写的批信中间所讲到这个圣神的果子同款。基督徒要安怎活出美好的性命，内外会通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求主帮赞。诗篇53篇，大笔教师的诗，交予圣乐长讲，调用马哈勒。憨人心内讲无上帝，因拢腐败做可恶的代志，无甲一个做好。上帝对天下落来看世间人，要看有明理、有追求上帝的人啊无。因逐个人拢行袂路，平平变成做污秽，无人做好，连一个拢无。做歹人兼拢毋知，因吞食我的子民，亲像在食饭。因无求叫上帝，因伫免惊吓的时大惊吓。因为上帝有将包围攻击你的人的骨头压散。因会见效失败，因为因上帝气杀因。愿以色列的拯救对释安出，愿上帝带伊受掠的子民倒转来。迄时以色列会欢喜，雅各会快乐。恳求上帝帮助阮活出美好的性命，来展现阮的灵性。内心是属于上帝的品质，互阮会通对所结出的果子中间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诚心实意来成做主的仆人。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